在花莲为昨暝开始是一日地动一日摇，上大规模达到6.3。原本已经列为危楼的统帅大楼，甲整修当中的富凯大饭店，嘛伫即届的地动吹落来倒坍去。尤其是这个富凯大饭店，徛花莲的市中心，当地出名的包仔店、红茶店、卤肉店拢伫咧附近。4块连顿，阁有真侪店家，大家是真烦恼讲，即摆饭店倒坍去，会影响到因的生意。 用美味快炒，甲店内底米饭炒甲粒粒粒。感觉比黑人炒饭是因的手路菜，捌得着东区经典炒饭王的乌山比温汤，因的卤肉饭嘛名声透行城。不过花莲地动，甲附近的富凯大饭店整个东倒西歪，店家生意拢受影响。4月3号那次地震有影响很大吗？影响很大，是小笼包啦。 大喙甲包仔是满面笑容，讲真包仔是花莲一定爱食点心。原本嘛开伫咧富凯大饭店正对面，地图拍开一个看，发现富凯大饭店就伫咧金山甲上款，1楼是黄金龟苓酥条盘手内面店，乌山比温汤、含广广红茶，搁有东大门夜市拢伫咧附近。若要去观光景点，本创园区含旧火车头分园区、南马滨海滨公园含太平洋黄金海岸，行10分钟迈口，所以真侪店家都会开伫咧这架车。目前还有电，所以说他让我们把东西可能晚一点会断电吧。今日看富凯大饭店附近，阁有连锁卖场含药局，拢伫咧花莲市中心。除了1楼是大厅含旧连锁调面店，剩的拢是饭店的房间，所以点心档含水果档拢伫咧遮做生意。即摆饭店倒去，开店做生意的头家拢海惨。 我现在生产器具都是在饭店里面，但现在算得到的营业损失就大概机具的话就差不多50万左右。那水果店也没办法营业啊。大饭店倒去，附近的店家今日当徛伫咧边仔关心恢复的进度，嘛烦恼以后的日子歹过。即摆敢若希望会当将灾害降到上低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